大家好，今日同大家攻略永恆之路 Expert 16。今次用全開發機，普通 UR 人做埋10機生存。由於係堅牢標籤嘅機體，所以選擇有啲局限。我哋睇睇隊伍先，因為要配合打法上嘅需要，一隊一定要落2部防機，連機師都需要揀有回血技嘅。如果唔係，就做唔到10機生存。盾機繼續推介從高達 High New， 因為對方都係 High New， 有特殊武器減傷變得有優勢。另外配2部支援機同 Double Set 高火力輸出。2隊冇落盾機嘅需要，因為2隊主要負責輸出，配合埋1隊嘅輸出小隊。集火 Boss 就可以用阿寶坐潘尼洛普，增加輸出之餘，仲可以保命，係一個好重要嘅 approach 嚟。2部主力輸出就用攻擊型魔鬼高達同巴巴托斯郎式。機師盡量用有迴避技嘅機師，用嚟安然度過 Boss 嘅反擊。假圖79馬沙係好選擇。至於3日月就係打爆擊高輸出流。有一點要留意，就係我強力建議有迴避技嘅機師坐白色，因為打法上佢需要單挑對手部潘尼洛普1個回合，所以用迴避技保命係最好嘅選擇。2部艦都係堅牢標籤，由於資源有限，我略升到55同60級就算，都夠打。我今次所有機都冇 SSP 化，不過之後出嘅關就難講啦。事不宜遲，我哋開始啦。今次比較多細位要留意，尤其打導彈嘅編排，大家可以慢慢睇。第一波，我哋嘅主要任務係擊殺隻 FA 獨角獸。首先要先消耗晒 High New 嗰3下防禦支援。呢邊我哋先用 FA 高達減防，再用2部盾機減攻，引部 High New 開防禦。留意翻 High New 嘅 Map 炮係會射向機體聚集嘅地方，為免佢射落一眾攻擊支援機，我呢邊會放2部盾機喺佢左手邊，等佢射唔到主機群。我哋嘅 High New 打最頂呢支導彈，之後企落重高達隔離，其餘導彈留俾自護號同 Double Set 用嚟移動用。處理完 High New 嘅防禦支援，就到隻 Unicorn 艦。由於2艘艦分別 buff 緊 High New 同 FA 獨角獸300%防禦力，所以進攻前先處理咗隻艦先。啱啱提過，部白色因為要單挑隻潘尼洛普1個回合，所以呢度我哋要先開迴避技，保住血量先。MK3 清埋隻艦，因為唔夠距離，所以要開射程增加技。清完艦之後 ，MK3 就行去1個2招技，都可以打到部獨角獸嘅位待機。蘇萊塔開技，打上面數落嚟第2支導彈，之後行到最落打佢對上1格嗰支導彈。假圖打埋上排剩低嘅導彈，之後開迴避技，行到最落打部 FA 獨角獸。MK3 自護號支援攻擊，上減防增傷 debuff。阿寶開增傷技，企到個可以照到隻 FA 獨角獸嘅位待機。79馬沙打支導彈之後，就開迴避技，對住部 FA 獨角獸輸出，其他支援人都一齊集火。
3日月同樣清完導彈之後，就開技上超一擊，執埋部 FA 獨角獸。白色只防不攻。第2回合目標要擊殺潘尼洛普。兩個防人開雙回血技，令到血量可以撐得過下一輪攻擊。之後一樣逼 High New 消耗佢防禦支援次數同減佢攻擊力。要留意嘅係，隻自護號唔好呢度參與支援，留返技嚟打對方隻潘尼洛普。我知道。甘い。FA Gundam 打最頂支導彈之後去打布拉道，為下回合做好準備。白色行去最高無感嘆號個位，打部潘尼洛普 MK3 流支援技俾攻擊機。MK3 同樣企去冇感嘆號位，用減防武裝輸出，白色就大力支援。好好利用底下呢排導彈加攻同移動，蘇內塔開加攻，利用下排最頂呢粒導彈嚟移動，之後配 MK3 大力支援。阿寶打最底呢粒導彈，輸出時留意企位，唔好俾對方部潘尼洛普打中。打完開加攻，再企去冇感嘆號位打潘尼洛普。MK3 支援技留起，其他機全力輸出。79馬莎打完第2呢粒導彈之後，就打潘尼洛普，支援機全力輸出。我呢度有開射程技，係因為驚個企位會阻到布朗式。如果計個夠位，可以留起最後打 High New 先用。3日月清埋比較出嘅呢粒導彈之後，就擊殺隻潘尼洛普。
Double set 企去 Map 炮可以射到4支導彈，同時又打到下排剩低嗰支導彈嘅位。清咗下排支導彈，就開 Map 炮清埋上面嗰4支導彈。しぶとさだけは認めねばなるまい。最後一個回合，部 FA Gundam 先殺布拉道，再企去可以照到 High New 嘅地方待機就得。兩部盾機繼續利用導彈減 High New 攻擊力。遅い。白色企去 High New 打唔到嘅位輸出 ，FA Gundam 負責減防，白色負責增傷。そこをどけ。除咗阿寶，其他支援機器去照到 High New 個位待機就得。假圖開加攻技，開始集火部 High New。逃がさん。阿寶用完粒導彈移動，就加攻打部 High New。身が近いよ。身が近いよ。沈め。之後3日月先打。因為輸出夠大力，部 High New 只可以防禦，唔會反攻。使ってや。最後79馬沙擊殺部 High New。完成任務。沈め。今日段片就到呢度，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個 channel。我哋下條片見，拜拜。